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港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咱看到海草大公投案，特别伫8月28吼，咱讲这个公投吼要拼一个这个生死啦吼。主文是讲咧，你敢有同意这个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哦，这个离开煞离开啦吼，桃园大潭海草大这个海岸甲海域，若是这个公投一个过吼，所有过去这个起造这个建设拢爱来停止啦吼。咱么看到讲执政党甲民进党吼，这个回避较暗吼，讲吼避免公投案要通过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因含这个积极要来做民众的这个对话，但是咱看到讲5月初3时阵，行政院推出到这个大潭吼第3天然气接收站这个新的方案，本地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海岸边啦吼，差不多740公尺这个离岸这个部分，另外即阵要搁甲外口塞出去455公尺啦，安尼差不多是1.2公里的这个范围，安尼讲吼，会当对这个海草大生态影响会降到上低啦吼。不过咱看到讲，这个新的这个方案工程可能要延迟2档半吼，总预算嘛是要增加到150亿啦吼。咱看到讲经济部长王美花也是讲啥？伊讲这是政府提出来上届有诚意的这个替代方案吼。另外行政院发言人吼罗秉成是讲啥？若是海草大公投案若是通过，这就是一种灾难啦吼。即阵行政院嘛要逼啥？逼这个3接外推案吼，这个环境、这个差异、这个报告吼，按算伫8月公投进程送去到这个环保署来这个审查哈。但是咱看到讲，即阵环团也好啦吼，拢有无共款的这个意见吼。尤其咱先看到这个前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讲啥？这个行政院3接吼外推这个新的方案会当减拖拖。恢复啦吼，当唔免用到这个核能生态拢会当做一寡这个兼顾啦吼。因讲这是真这个超出来吼，这个行政院所提出来这个审议这个部分吼，真侪这个环保团体吼对这个议题开始有一寡这个争吵啦吼，意见有一寡这个分歧啦吼。那么看到讲吼，这个公投这个领导人吼。潘中正吼，伊讲啥咧？这个3接吼无离开这个大潭，这个海草大吼拢袂当啦吼。虽然看到讲这个部分伫咧环团遮有一寡吼意见啦，但是咱嘛看到讲，这个詹顺贵是讲吼，过去这个海草大公投人数70万吼，伊嘛向这个潘中正来讲话讲吼，即阵人数这个过坎就是对话开始吼，即阵替代方案嘛已经出来，都要开始选择。对话唔是安尼来去对弄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两个这个意见有争吵的这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蔡总统讲望全民来去支持啦，所以嘛讲到吼，过去这个港搁塞出去450公尺，另外咧唔免搁去污啦吼，唔免破坏着海草大的这个大体吼，原本21公顷的这个外海吼，唔免搁填啦吼，咱嘛看到讲延迟2档半供应发电这个部分啊，所以咱看到讲规个这个部分政府有要甲这个环团来去对话。但是环团有要接受啊无，还是讲另外这个意见安怎来去表达？透过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邀请台湾万野新竹这个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莹。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时代力量党团主任罗家伦。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是透过电话连线，咱们连线台湾环境保护联盟会长刘志坚，会长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是会长哦，甲你先请教者，咱看到讲行政院昨是推出到这款的这个外推的这个方案，望讲8月28这个公投案可能会当投这个无同意票啦吼。咱们看到讲这个詹顺贵这个过去的这个环保署的这个副署长啦吼，伊讲啥安尼会当减少拖拖啦吼，会当得到。这个非核能的这个做法，兼顾到这个生态，你的这个部分是赞同的吗？我是支持赞同这个行政院所提出的兼顾的方案。是，咱嘛看到讲你赞同的这个部分是啥物？因为咱看到讲吼，即阵环团加内部有一寡这个争吵啦吼，你嘛是代表是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的这个部分吼，赞同的这个部分是安怎来去讲咧？因为咱讲要顾到生态也好，要顾到这个会当正常来发电的吼，你徛伫什么款的立场？其实咱徛伫一个环保的工程的立场吼，咱会感觉讲真济。建设其实伊是常常有一寡影响，不过实际上也是有一寡兼容妥协的地方。就是讲其实
有的人感觉讲，我就是免退让；有的人感觉讲，你的方案一点仔都无价值。其实咱其实有足侪可能性是推出一个方案，伊会用两边，还是讲经济甲生态拢来兼顾。这种的可能性，咱莫排除，莫排除，是，但是咱嘛看到讲，即阵这个潘中正啦吼，这个公投案的这个联署的这个负责人吼，潘教授啦、潘老师啦吼，伊讲吼，这个三接无离开大潭电厂遮拢袂当吼，伊的这个咱讲意志是大家真坚定啦吼。咱讲外推的这个方案也好，也是讲这个前线遮伊徛伫这个完全前线立场，你安怎看咧？我想。咱真济代志吼，拢毋是讲真精确，还是真确定哦。你讲要退5公里，退5公里，如果是什么依据呢？其实这个是退455公尺，我想是讲，咱信任专家，咱话专家更较详细来看，来监测，来做研究。所以今仔日讲。你退5公里，政府是讲退455公尺，并无讲这个就是对，迄个就唔对。我想这个可能性，影响早交较细，而且来用把这个3阶的接收站起起来，当然伊这个设施甲迄个设计已经变化，甲大兴迄个。面积啦、体育房拢有变化。其实安尼若是要讲，尽量卖影响到去卡到这个迄个G1、G2这个早交地区所以用来输送这个天然气入来用迄个浮动驳船浮动平台其实海流一点顺畅的这个飘动流畅。其实这就是这个的改进。当然卖过填土，也不要挖深，也就是迄个挖海床就是迄个进泄。所以这已经有某种的考虑到生态加工程的效益。这是大家用来考虑看卖，我想潘老师加一寡坚持早教不可以动的，也是可以来考虑看看。但是咱看到讲吼，即阵若是拢无要退让，若是无要对话，即阵可能是环团的这个意见来去商量吼。相信真侪这个环保团体这个部分吼嘛，无爱看到即种的这场面吼。咱搁请教这个会长吼，这个部分有当来去解决无？你感觉？我想咱台湾的民主运动环保运动一直进步。这个进步就是讲，咱寻求多赢的，各方都兼顾的方案，不是讲一个手就去人拒绝，一个手就去人否认我想咱台湾一直伫环保、伫民主一直伫进步，所以讲咱大家爱对话，大家爱沟通，大家爱用更较整体、长远的目标来看这个代志是。但是讲今日我赢，我就永远赢咱爱有一个整体的目标，国家的目标，社会的共识，咱拢是无去破坏早教。咱就是希望咱的再生能源在发展，燃气的容量发电一直在成长无咱大家要讲用电咱做些目标，譬如讲蒸汽啦、减煤啦、缓和啦，所以这拢是一个很整体兼顾的目标。我想咱是朝这个方向在努力。这个努力包括资讯公开，包括对话，包括当然很诚心的面对问题彼此尊重。是。感谢这个会长这个百忙之中甲咱做连线感谢会长，多谢。咱即阵要搁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这回因为这个5月初3，然后这个行政院推测到这个外推方案455公尺啦因讲无爱囤土啦囤这个21公顷这个部分。另外咧，咱嘛看到讲虽然会增加到这个工程的这个时间，这个2档半这个部分增加到150亿的这个预算。
这个行政院讲，因已经是上大的生意，要和这个款团来做对话，然后但是款团有接受无？咱先做来看。民进党立委甲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人去行政院准备参加由行政院长苏贞昌主持的行政立法协调汇报，要说明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甲工业港向外输出去455米的方案。有50个党籍立委参加，20个提出建议。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会议结束了后，甲媒体表达伊支持行政院的方案。院长非常诚恳解释，以及各部会包括黄美花部长解释以后，党团同仁都欣然同意，全党齐心齐力来好好说明。行政院下晡3点半举行记者会，正式说明甲工业港向外输出去455米的方案，强调这个方案会当甲保护海草礁上大化，供电的影响降到上低。工业港会离岸边1.2公里远，对沿岸影响是搁较小，而且未破坏到海草礁。外推以后就不用再去浚挖了，好，那不用浚挖就不会去影响到水下的这一些礁体。行政院讲，政府展现上大的诚意，嘛付出代价，包括增加150亿的预算。第三天然气接收站供应天然气的时程延后2年半。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讲，这个方案等于是甲对海草礁的影响降到0。也若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是讲，公投案若是通过，会是一个灾难。如果公投案通过了，那就是一个灾难。这个灾难就是我们在这里没法盖3阶，连这个机会都没有。那我们整个能源转型、供电稳定会大受影响。环保团体了后嘛，伫行政院门口举行记者会，唔但批评这个方案，嘛讲这是真老错的方案。方案的内容非常的草率，行政院应该要给台湾人民复述的一个选项，而不是只有告诉我们只有外推方案，这个跟我们公投本质是完全不符合的。伫咱海草礁公投小组批评行政院完全无代替的方案，是真无诚意。嘛烦恼遐的海象无好，会影响到安全。经济部表示，这并无牵涉到变动的部分，会继续来施工。呼吁民众伫公投的时阵，都要投无同意票，而且讲这个公投案若是过关，对电力的供应，也有能源转型会有真大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看到行政院甲咱讲啦吼，若是这个公投案过吼，就是一个灾难。但是对其他的这个无认同的这个环保团体，认为这咱讲应该爱互伊同意，然后同意就是迁徙，甲这个大潭电厂加这个咱讲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就离开大潭电厂加这个海域地咧但是即阵伊讲啥电若是安尼无欠缺啦可能会欠11冬之久啦北部若是要迁徙到另外这个所在，会11冬遮尔久。咱嘛看讲伊即阵甲咱说明的这个部分啦说明啥咧？过去咱看到原本的这个方案差不多甲遮是这个742公尺啦另外本地这个市场伫2022年12月就要来公起总经费是600亿即阵咱看到伫742公尺，遮搁外口塞出去这个455公尺啦伊讲安尼就会当减少到真。对海草礁也好啦，还是讲其他生态的损长咱嘛看到讲伫咧 G1、G2 这个部分本地就是有这个大潭海草礁上这个丰富的这个所在。另外就是爱关注的这个点21公顷到底有要填啊，无要填海啦咱看了这个吞土吞平大部啦这嘛是咧一寡争议的这个点啦有个人讲，这个行政院这个新方案都唔免个吞吐，唔免破坏掉海草礁。另外保护海草礁是上大化，影响供电是上小的这个部分所以咱看到讲这个行政院还是讲蔡政府，甲咱讲因有做上大生意的这个沟通，但是可能恁认为因是咧骗，敢是？好。就是头一个是讲，因为政府讲伊21公顷袂甲囤起来，但是伊昨嘛是讲因袂停工嘛，伊继续起。但大家来看这个，这是五个是的相片，伊其实已经起到要囤地的迄个所在，就是伊讲袂去囤海的迄21公顷的所在，但是伊讲伊袂停工，所以阮真烦恼讲，第一是本来阮就无同意，阮是希望讲刷离大潭，而且阮嘛怀疑讲伊讲伊袂囤海这个定义是毋是真的？
是不是真诶？因为伊若是无停工，继续起落去，有可能公投大家相信政府啊，去当无同意了后伊就继续起，因为你若是无停工，继续起，就规个拢囤起来啊。所以阮就真烦恼，讲伊讲袂做诶代志，是毋是真正袂做？而且政府讲伊袂去伤着海草大，但是咱大家家己看，这是政府写诶物件，因家己提供诶资料，伊头你内底就写讲伊诶码头也是。那个海地差不多45公顷，其实45公顷是嘛是真快的一个破坏，所以阮感觉伊讲袂影响到海草大，还是讲对海草大影响是零，阮嘛感觉迄毋是事实。啊，其实大家看去政府迄本来开发。海地是够食啊，刷出去是去差一点点尔。啊，伊讲即马去的所在拢无新闻但是阮过去中油伫环境评估的资料内底，伊家己的资料内底拢是新闻所以阮感觉讲伊即马刷一点点嘛，因为迄本来伊环评的资料，其实伊开发的所在搁较外口嘛是新闻所以阮讲伊拢无影响到新闻讲影响是零，阮嘛感觉这是无老实的代志。啊，而且正经咱嘛是有去真诚意去甲政府就是沟通，啊去农委会时阵，迄当阵嘛有甲咱因讲耍离大潭的方案嘛会愿意讲好好来评估啊提出来，互大家讨论。但是即摆阮看到政府就是要甲咱讨论，讲伊就是不爱耍离，就是要。伫即个所在，安尼，大家干那即个方案，会当紧过去讲其他方案要提出来，互大家评估，拢讲无。伊即摆讲无的物件，伊讲时间爱伤久、伤足长的。但是咱拢知影，过去嘛有足侪人提出讲用浮动的迄接收站，迄是较毋免吞海，影响是较少，而且中油家己过去嘛讲即款技术已经。30吨迄当阵是讲30吨，即摆应该30外吨，是足成熟的一个技术。阮就感觉讲，你刷去别个所在，其实若是讲时间较长，你会当过渡的时阵，先用不动式的用船的方式来接收天然气，甲迄个影响的时间讲变较短一点嘛。阮是搁要说明的是讲，咱即马会提出公投案，希望讲家己刷到别个所在，其实有两个有生态影响嘛，有那个能源安全的想法。因为咱一定知影大潭峡是台湾海峡较尾的所在，所以伊风足透，尤其是冬天的时阵风足透的，所以阮就过去是讲学者讲遮风足透的，有可能冬天要较。减少土炭的时阵会，因为伊风伤透船无法度入来，伊就影响着安尼变做虽然讲你有接收站，但是搁爱烧土炭即款代志，所以我们听了嘛就烦恼。而且本来是学者的预测也是评估，但是后来去旧年3月甲11月的时阵，中油的船拢因为风伤透调个岸边，个破坏到海草大，所以阮感觉这真正危险。而且后来我们摕到资料是算到旧年的10月的时阵，其6月、7月、8月、甲9月拢有。因为风伤透选去台北港去闭起来，所以阮就感觉这个所在遮尔无安全，你一直毋是船出问题调喺海边海岸，也是讲你要选去台北港闭起来。既然政府一直甲咱讲，这个接收站真重要，你就爱起在一个足安全的所在。你就算讲你无在，毋是真正疼惜咱这个生态，你嘛爱。重视咱的能源的安全，一定要起在安全的所在。你讲时间问题，拄仔嘛有讲用浮动式的接收站最过渡的时间。浮动式的接收站，我看资料，你若是较拍拼，2档就会当起起来。即马政府讲你若是无煞位，伫即个所在推较外口的，你爱开开850亿，搁爱开2档半的时间。你若无爱甲即个时间较拍拼一点，去别个安全的所在，去不动式的接收站。拍拼一点，无领着2档就会当起起来150亿人，其实嘛是毋是阮想要开的，阮是认为这个钱应该甲伊省起来。省起来政府会当去讲补助迄一家工厂你会讲改善你的能源的使用用较少的电，还是讲去协助再生能源的厂商讲去发展咱台湾的再生能源，因为再生能源才是咱台湾真正家己的能源嘛。就是讲，阮感觉这钱无应该开在这个无法度解决能源安全疑虑的
所在啊，因为风伤透，啊嘛个生态影响，我们感觉是其实是足大，而且我感觉若是无停工继续起，阮感觉政府讲袂囤地即款代志，我是怀疑的，因为你若是继续起，有可能大家相信政府定无同意，讲到。头啊，吼，时间啊，就讲唔免做，就所以我感觉你若真正有诚意，你第一你一定爱停工，啊，第二你答应阮爱提出来耍白费的所在的方案，嘛爱真正就诚意的，甲伊统统摊出来，互咱大家了解。是啦吼，头拄仔这律师讲到啦吼，咱讲到底要囤土啊，这个21公顷的这个部分吼，若是真正囤落去，即阵讲无爱囤啊吼，但是到底有咧囤啊无咧囤，这个相片可能会讲话吼，5月初的时阵还搁咧做这个吼施工的这个部分吼。另外你嘛讲到吼，遮过去就是海上无介好啦吼，靠搭吼靠挖伫咧这个海草搭这个部分过去嘛。有新闻报道啦吼，另外若是海上无好的时阵，哇，咱搁爱伫大潭电厂走到台北港去，才来停伊这个船吼，这个撇这个风雨啦吼，所以伊讲遮本地就是无安全这个所在，为虾米搁要伫遮做外推吼？这款455公尺，尤其咱看到本地这个预算才600亿尔，你竟然爱加开啥1/4的钱，为着你要做外推，但是伊讲吼，这若是无做落去啦吼，伊600亿是白了去的啦吼，这嘛是因的这个讲法啦吼，咱先爱请主任啦吼，到底这有法度化解无？咱看到讲，伊讲，行政院这是伊上大的生意啊。上大的生意拢垫出来，这个742公尺，即阵佫甲伊塞出去，这个455公尺啦吼。伊讲安尼，就会当吼，互这个近海吼，这个部分的海草搭未受到影响，但是海流安尼行，也是讲你安尼吼来去做一寡这个打造的这个物件，敢真正袂影响这个生态？是。其实昨经济部伊宣布这个记者会宣布这个方案的时阵，阮党内嘛有一寡讨论啦。目前。其实，不管伫3月底的时阵，阮党的时代力量的立委咱陈高华老师有伫经济委员会有质询，有讲要求爱提出迄个全国电力的供应甲需求的报告，上新的报告。是。目前其实是拢还无看，一个月到啊，还无看，唔知影要安怎去算咱这。有起这个三接，还是无起这个三接吼？有啥物差别？实际上，咱爱看数字嘛。是。其实这上新的报告到今仔经济部提袂出来。政府袂当一直甲咱喊讲会欠电，你实际数字无互咱看到安尼。是昨伊这个外推的这个方案伊画出来了，其实并无看到目前这个替代方案伊的工程、伊的可行性啦。是。伊即个外推即个即个港口即个人工港伊其实伊规个占起来，差不多爱847公顷左右的土地。伊这土地，伊这海内底的伊的地质啊，都有伊的海洋的迄个生态，的调查的资料，其实咱嘛无看。所以伫这资料拢无齐全的情形之下。其实是足歹来去讨论讲，到底这个外推的方案是不是上好的方案？虽然讲咱经济部讲这是上好、因上有诚意的方案，毋过其实你就是咱你就请你将这个资料拢提出来嘛，大家来去检查、来去讨论。是。所以阮是意要求讲，咱行政院经济部甚至咱中油，你应该将这个详细的这个生态调查，这个工程的方案的评估的资料拢爱提出来。是。而且，咱正伊中油其实有做一个，咱拄仔讲到的迄浦东接收站的迄个可行性的评估的报告啦。迄已经做好其实几啊档啊。到今仔迄个报告，伊唔公开就是唔公开。一讲就甲讲，咱经济部讲浦东的接收站伫台湾是无适合用的，因为台湾足侪风台的，所以我就要请大家看吼。这是咱迄个中央气象局伊顶悬的，咱会用看到讲，咱全球有风台上侪所在，你会看到吼，咱太平洋啦、印度洋，都有大西洋的迄个西岸的部分，是，这是风台甲飓风上侪所在。咱另外倒来看。咱迄浦东的 FSRU，即个
技术的接收站，伫全世界有偌侪所在有。在顶悬吼，每一点拢是一个接收站。啊，你会看到咱风台上侪的所在，而且都迄个比咱台湾的风台都较大，迄个飓风，大迄个大西洋迄个飓风。咱伫咧中美洲，咱美国下骹遮，伊嘛有一个接收站。是。咱印度油遮嘛拢是啊。是，你讲的这个是这个浮动的这个部分，这是浮动的，就是讲咱即阵会当卖安尼去做，咱会当透过这种方式来去做一寡替代的方式啦。是，因为你甲讲，因为台湾风台济，所以无适合济。问题咱能看到讲，咱全球真有起足侪即个浮动的接收站的所在，伊嘛是拢伫风台济的所在啊。所以风台是毋是唯一一个理由讲，所以无适合台湾来用？我感觉咱中油也是经济部，伊需要将即个报告来公开，咱大家来研究来讨论嘛。毋是甲讲甲即个甲因起伫遮起一个固定的。咁加有即个选定的嘛？我是感觉毋是安尼啦。OK。所以而且即仔的外推的方案，我感觉经济部有一件代志嘛是讲无清楚的，就是咱的凸堤，咱海地伊就算讲伊是伫外海离岸的迄个海地，伊嘛是共款要有凸堤效应啊，凸堤的效应。啊嘛有迄个伊会嘛造成海浪迄个。侵蚀，海浪的侵蚀的效应。是。咱伫2001年的时阵，迄时阵，为着要起迄个大潭这个电厂，伊台电呢，伊伫遐为着要伊个电厂伊个冷却水爱排出去嘛，所以嘛有起一个导流的海地。这个海地一起落了。伊就造成遐一寡凸堤的效应，都加上后来咱水利署，嘛伫遐为着要咱防风林的迄个保护，伊嘛都起一个海地。其实这海地呢，拢造成咱的凸堤的效应了。咱迄时阵有一个报道，进前有一个报道，伊就讲吼，咱大潭边啊，迄个关心，迄个造迄个海草搭关心，吼，伫个电厂下骹迄段，因为伊起即个海地为27公里，原本27公里的遐尼长的迄海草搭的所海范围吼，即仔加剩2公里，哇！就因为即个凸地效应加咱即个海浪侵蚀的效应，所以你即仔你起即个离岸的，咁有法度避免讲后壁你共款有即个。迄个凸堤的效应，甲迄个即个海浪它侵蚀的效应，伊会造成袂造成？你这资料拢爱公开，互大家来了解、来讨论嘛。你唔免讲啊，我真仔就是这是上好、上有诚意的一个方案。结果你下骹啥物资料，安怎去评估？你的分析是安怎分析的？这个数据是安怎？拢唔知影，大家拢唔知影，是要安怎讨论？就是讲，这个政府讲是上届有诚意的这个方案要推出，但是你的这个资讯拢无完全公开的部分，这个情形之下，可能就是伫8月28，咱讲公投的这个时阵。决一个生死啊！但是有的人无愿意看到这款的这个情况出现所以这个执政党家嘛是提出到这款的这个方案，但是这到底有说服到环保团体也是无啦其实嘛是爱互质问啦咱看到讲大家咧质疑讲这款的这个方案到底是你提袂出其他替代方案，你照用这款的这个咱讲455兆安尼。推塞出去，安尼就解决了嘛？大家有一款质疑啦所以咱嘛看讲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案是讲哇，行政院安尼推塞出来，这可能会当去解决顾到这个生态恢复加这个生态部分这咱都是头拄这个咱讲的这个环保署副署长前副署长詹顺贵所讲的伊讲伊唔是为着家己这个要为这个政府来背书伊就讲环团的声音嘛是也无共款的声音来去做表达伊讲北海岸有核能电厂的这个威胁过去了中南部有受到空气污染的这个部分，共款这个议题嘛是关系到这个电的发电、天然气、烧天然气，咱讲2025年本地要恢复加远，咱讲烧气的这部分嘛要提升到
50%吼，到底这会当完整来执行无？这嘛是咱的质疑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到底政府讲因已经吼释出这个上届有诚意的，甲这个款团的沟通，到底安怎去达到平衡吼？咱有另外一个报道，先来看讲詹顺贵伊在开的记者会。就选立行政院宣布三节甲工业港划设455公尺方案的价工，出席记者会表态支持。当年反核的北海花居民郭庆林直讲，烦恼一旦支持，会互真侪朋友可能做袂成朋友，但是伊必须要徛菜，因为伊更较烦恼，飞核加远的目标会因为珍爱海草大公道过关来等上。大家一直担忧，造成我们废核走不下去，受到阻碍。担忧飞核家园就在此断送。烦恼公道过关会冲击健康的，佮有当年记录6轻公害摄影师许正堂，伊讲代表家乡的士大人来表达意见，支持政府划设方案，会当争取减碳，找倒来属于偏乡的环境证据。蒸汽减煤，那这样的健康是最大化的，也希望这样的环境的影响是最小化的。进前投入珍爱海草大公道人事工作的学生代表，嘛表示认同政府放出善意。我们肯定政府在调整方案上的努力，这代表政府是愿意与民间沟通、愿意协调的。主持记者会的律师詹顺贵强调，这是主动发起，绝对不是替政府背书，嘛不是团团分裂，是相信民主社会本来的应该有多元的声音。民主社会真的是要用对话来代替对决跟对撞。几6个团团代表甲学者专家表态，会伫828海草大公道案投下无同意，支持政府以飞核减碳、保护海草大的顺序来推动能源转型。面对其他团团开记者会表态反对，公道推动小组也未有回应。记者林王乡中台北报道。是咱看到即阵吼，已经有这个款团表示讲吼，会伫公投遮吼无同意票，伊会投落去啦吼。伊讲虽然这毋是为着政府来背书，但是这个款团内底嘛是有无共款的这个声音吼，就是这个咱头拄讲的环保署前副署长詹顺贵的这个声音伫啦吼。咱头拄嘛讲到吼，这个部分另外这个环保团体意见，咱嘛来采纳啦吼。咱即阵要来连线到这个地球公民基金会副执行长蔡中元吼，中元你好。好，主持人好，还有大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昨看到讲，这个行政院推测到这种外推的方案，当然有款团有无共款这个意见表示讲政府你过去就是共骗啦即阵佫是用这种这个方案完全资讯无透明就算啦其他的这个部分甲过去拢无另外一种这个替代方案，你敢若是伫这个原来这个地区佫加455公尺啦但是咱看到讲政府有要推测到这个方案，咱嘛款团都表示肯定啦咱嘛看到讲地球公民基金会遮可能嘛是代表着这个肯定的这个意思，但是政府遮可能也要做较高的这个所在啦会当安怎来去做改进无？我是想讲，因为即马政府推这外推方案讲实在有讲伊的讲法嘛，就是讲但实际上会影响到这个海底的这个蛙的这个菌生的部分跟田的部分，其实是不会有直接影响的。但是比较令人担心的较烦恼的是讲漂沙啦，就是海上这个漂沙有可能还是会让我们这个近岸的这个现在这个G1、G2比较好的这个区域受到影响。但因为咱政府讲咧讲法咯。其实伊是讲应该是袂有影响，不过这袂有影响物件，其实伊无讲伊是安怎算的，伊应该是有一寡工程的模拟会当互咱看。所以其实一来是讲，这个方法是记者会来讲的，毋是真正杀出来的。所以伊若是真正要改变即卖的方案，伊是要送甲环保署来去做环差的审查啦。环差的审查本体就是有家己的方法，不只是要开会，而且阮阁要求讲。咱进前咧讲，咱进前的讨论就是应该进到听证会一寡有法律的程序内底来做处理才对。要毋过即马是无这个方案嘛，方法是无嘛，所以伊这外推方案应该是更较认真的审查，就是讲听证会的形式来处理。咱即马讲这个议题不管是内底的生态，还是讲对环境的影响这是应该是有听证会的机会来好好来做处理的，这是一项。其他是讲，因为这个方案，咱若是伫遮来看就是
对咱的直接挖的部分是有减少的，填的部分也是减少的。所以你说它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好？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给予它肯定的部分啦。OK。咱而且更较烦恼的是讲，因为今仔日这有一块支持的环保团体是讲对灰河家园哦，也讲对咱中南部的空气污染的问题哦，有淡薄烦恼啦。咱地球公民是咧高雄出发的团体哦，所以中南部的空气污染嘛是阮定下咧关心的议题。咱家己咧算，也是讲咱欠这3阶吼，不管是欠偌济年啦吼，晚1年、晚2年、晚10年吼，只要是较晚吼，咱中南部要需要烧煤的时间可能较久啊。这可能有较久的时间，其实政府嘛是爱提出伊的方法来讲，要安怎处理。咱即摆是在要延2年半的时间，有一块讲法讲调度啊啥物啊。我是讲，不管是外推方案，也是讲有任何往后延的方案，其实这个对空气比较好的这些替代方案，都应该要拿出来使用。而且讲这个方案，嘛是需要大家来做讨论。所以今仔日我是讲，这个方案对生态直接的影响就较少吼。那对减煤的期程的影响嘛是较少的，这是咱肯定的所在。要毋过伊本来过去在讨论那3阶问题，也程序的问题，这一次要做到好，送环差、做听证这个东西要做到好。实际上面对于他现在的说法，有一些研究的内容，也必须要好好的拿出来跟大家来做说明。这样子做才会比较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方案是真的比较好的。其实讲一个记者会讲规种泡泡伊就讲伊是介好的，其实这较困难啦。要毋过这个方向是较好的，比即卖的方案较好的，咱是肯定这部分啦。而且是规个咱要想的，不只是咱藻礁要保护啦，咱海草沟是要保护，其他规个环境的议题。对于碳排放，对于这个空污的问题，咱做伙来想，要安怎做较好。所以咱对于延迟的这件代志是较烦恼的。不管是伊倒是替代方案哦，这替代方案即摆讲无清无楚啦。所以阮嘛是讲，其他的替代方案，不只是这个外推，其他的替代方案，要偌济时间要安怎做，嘛是爱做好的评估啊。所以咱是想讲，这个方案，这个方向就是政府愿意改变这个方向推的这个方案的方向，我觉得是可以给予肯定的。一些实际上的东西，我们要做更多的评估。所以其实有一块环保团体是跳出来讲，咱希望大家公投这不支持票嘛。我们是觉得这个东西要更多详细的评估，愿意改变是好事。这个方向也是对的。这个投票的东西是需要政府在过程当中持续的展现他的诚意，跟他真的愿意把这个方案做好。那我们也可以来做更多的讨论。是，就是讲吼，这到底公投案吼要投这个无同意票还是同意票吼，同意这个牵线这个位置啦吼。即阵这个政府当然嘛希望讲吼，大家投这个无同意票，因就会他继续用这个外推这个方案吼。虽然因讲这个外推这个方案唔免委是讲免这个吞吐啦吼，会当对这个海草搭做较上大的保护，但是咱看到也是有一寡这个效应的，致使着这个环境吼有一寡这个变化伫啦吼。但是这个中国的意思是讲，肯定政府开始有要做这款的想法，但是也离真远的吼。比如讲过去咱咧讲的这个听证会这个部分，到底当透过这个法律的这个删除无啦吼，来提升到咱讲对话这个部分吼。另外这个部分若是做袂到，咱可能就要行到公投这个部分吼。公投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真侪款团已经表示讲无同意啊吼。你安怎看咧？我嘛是，虽然总尊重每一个团体的想法，但是阮还是希望讲想要保有海草搭而且希望咱的接收站去个较安全所在的民众一定爱盖同意票，因为阮感觉讲这刷到别的所在，较安全的所在，刷到较生态较无遮侪生态的所在，其实对咱台湾是个较好的选择。是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部分到底这个选择是啥物？尤其咱头拄仔讲吼，2档半这个时间，咱讲会影响到过去2025年政府要做一寡这个能源配比的这个目标吼，50%是烧气的吼，这个30%烧土炭吼，20%是这个再生能源吼，可能因为这个咱讲延前落去会影响到2档半这个时间吼。嘛有人烦恼是8月28，咱讲迄个公投案有这个4个部分吼，可能要来去做吼一寡咱讲一个高下啦吼，除了海草搭以外，还有这个核能的这个部分吼，有人就烦恼讲，是毋是这个海草搭这个部分核能会个吼
挖到这个部分，两个人安尼相夹起来吼，这嘛是有人咧烦恼的啦吼。所以，但是咱讲其他的这个背景是啥物？2021年加2024年这个部分吼，台湾北部才有这个核子1号、2号加协号这个烧油这个机啦吼，咱讲要陆陆续续来注意啊吼。一冬内吼要减少到216亿度的这个电力啦吼，台湾目前敢若台中、高雄有2个接收站啦吼，北部若是无3接吼，对供电的影响拢有真大影响。但是头拄啊，这个嘉伦主任嘛有讲过，你这个电力这个资讯，你经济部我甲你讨一个月，你嘛是无互我啦吼。另外咱讲吼，这个外推方案吼，工程增加2档半吼，部分的发电机组要注意啦吼，短期电力调度有影响吼，大型的这个机组吼，各种备转用量啦吼，加到10%以下啦吼，第时间会当做是黄灯啦吼。另外看到讲3接供气延迁2档半营运方式吼，新增加民营独立发电厂 IPP 烧气的这个机组差不多1000万。这个部分吼，另外这个烧气的这个调度组啦吼，嘛要将这天然气优先调度吼，这个效率较悬的这个新机组来去使用。另外是提悬数量这个反应吼，是应用这个智慧电表啦吼，移开到这个尾头时的这个吼尖峰时期啦吼，将供电吼60万瓦啦吼，提悬到这个1000万100万吼，有这个做备转率，另外台电加减少着机组的这个故障率，缩短着机组的这个维修时间吼，增加供气的这个能力，提悬着这个均匀的这个调度啦吼。讲甲是真好听吼，来去做一寡这个应用吼，但是这个针对着咱头拄嘛讲着吼，核能的部分，搁咱再生能源2025年要达成着这个咱讲烧气的这个目标也好，也是过去的这个非核加园啦。有人讲，也是讲政府甲咱说明讲，这可能会影响着规个市场。这个咱搁请教这个嘉伦主任哈，安怎看咧？其实咱台湾吼，咱做侪再生能源要咧发展啦。包括其实拄啊，咱伟民宾馆有个郭庆龄郭老师，迄其实嘛是我真好的朋友。是。我迄阵啊，拢有咧反核的问题，拢嘛是甲伊请教、甲伊讨论。所以时代力量对于反对核四重启的这个立场是袂改变的。因真啊烦恼讲是毋是会因为这个藻礁这个公道来去影响到核四公投？其实阮是分开看啦，因为最主要你政府吼爱将你的全部的资讯公开出来。到底咱需要偌济电？咱有实际上吼伊的评估到底有欠偌济电无？还是？到底迄个2025年的时阵是需要偌济电？伊这评估的报告其实上新的到今仔咱无看到，就像拄仔讲的。再来是讲，你这个能源的这个评估吼，毋是最近才咧做，是伊咧做嘛，伊咧变动。是。所以为什么像拄仔因讲的智慧电表这个物件？为什么咱个爱来用智慧电表？伊就讲因为要来节电嘛。节电嘛，毋是第一天讲为什么变做你后来电的愈用愈济，大家用的愈来愈济？结果你原本的一寡政策无法度有伊原本的效果。是。所以你电力的需求，毋是讲你以起电厂就会用来去解决的。你爱有一寡根本的一寡规划来去处理，所以你感觉这个蔡政府即阵这个能源转型的部分，也做真无好就对啊。因做真济啊，是。问题是，你有一寡物件，你爱公开出来 ，OK， 你爱互大家知影，你唔免讲，因为你真啊为着要来处理这个公道的问题，所以你才来讲才会提出这个外推的方案。其实你包括你大潭电厂伊的气开，伊个假使要安怎要为带来这件代志，是讨论嘛，毋是最近才咧讨论嘛，毋是讲这公投案成立了才来去讨论的。其实这几冬来拢伊咧讨论嘛，结果无要好好大家坐落来讲，你等这个公投案成立了，再来讲我要来设一个外推的方案。毋过感觉这个选择嘛，你就算讲你家这个选择的嘛，你嘛是爱从一寡基本的这个资料。你工程的资料，你这评估的这数据啥，你来提出来大家讨论嘛。是。
嘿啊，啊，毋过咱即仔就是拢无看，无看这嘛是阮上遗憾的一个点啦。是，所以这个材料当家嘛是挂这个质疑哈。啊，恁认为是讲这个核能这个部分未对着这个海草大这个部分相夹起来，啊变做是核能发电，佮电伫咧台湾出现哈。所以这是毋是这个恁的立场哈？恁的立场嘛是打了真在哈。你第四第二龙门电厂就是咱的核四，伊原本就是一个完全袂用一个电厂啊，这包括咱台电内底一寡。支持核能的这一寡人，因嘛是家己有认为讲核四完全袂用，完全无法度啊啦吼。所以那等来讲，你核一、核二，一个已经除役啊，一个今年要除役，啊，你核三伊得过2冬嘛是得过一段时间，伊时间嘛够啊，伊嘛是就是爱除役掉，所以你非核家园的这个大目标，目标是袂改变。OK， 所以这是。政府甲咱这个说明无够啦吼，所以也是用这个空的这个口号来讲，这个部分可能袂当达成吼嘛。地书就讲环保团体遮可能有2种无共款的这个意见，但是头拄仔这个詹律师伊嘛讲着吼，伊讲这就是环保团体内底无共意见吼，会当多元呈现的一个表现吼。咱嘛看到讲，即阵吼到底是要三接外推，还是暂时，还是无暂时吼？咱看到讲反对者吼，亲像这个律师在做伫遮啦吼，还佫有这个吼，咱讲发起着海草大公道这个部分吼，诉求啥？这个海草大永远拢存在啦吼，啊，随来停工公道就过关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公道这个坎实在是嘛真悬吼，到底是要同意票吼，还是无同意票？其实这个坎也佫真大啦吼。啊，头拄咱嘛讲过话。吼是一个吼导输的这个方案，绝对毋是双赢是多赢啦吼。另外，这个海草大这个公路岭现人啦吼，潘老师啦吼，伊讲外推吼455公尺吼，水下也是有这个海草大体啦吼，所以毋若破坏着海草大规个生态系，嘛是会破坏啦吼。但是支持的有咱头拄访问的这个会长吼，台湾环保联盟啦吼，佮台湾环境规划协会、佮生态保育联盟、地球公民基金会用对话代替对决吼，啊对决就是指的咱讲的这个8月28吼，啊卖互这个海草大的公道行向零和啦吼，啊将。副署长，伊头拄咱讲的吼，检讨会当检讨团恢复甲生态这个部分啊，环保团体本地无共款的这个意见啊，毋是为政府来背书啦吼。地球公民基金会这个执行长吼李金正，伊是讲，既来政府就各种的这个方案内底进行评估啦吼，啊，伫咧公道进程催生着这个双赢这个方案，避免着这个公道失去对话空间吼。所以咱继续搁请教这个中国啦吼，中国你安怎看啦吼？有人讲这头拄这个詹律师嘛讲啦吼，这上好避免是咱讲行向对决，还是讲对弄啦吼？你感觉这未来安怎来去进行咧？政府头拄你讲着吼，甲建议这部分听证会这个部分吼，但是真正双方拢爱有退让，还是讲吼安尼退一步进一步，安尼来去做一寡这个回应应用啦吼？你安怎看？其实阮咧想吼，阮不管是做啥物的决定啊，都是希望咱的对咱的整体的环境更较好啦。所以其实方案不多，也毋过单纯着看这电够无够，头早有咧讨论嘛。因为咱去年吼，2019年到2020年哦，咱差不多电力成长是2.04%左右啦，差不多家用60亿度电。啊，这60亿度电呢，这较侪是为电子业吼，就是工业用电的部分哦。电子业差不多增加了40亿度电，大概2/3是他们增加的。所以咱要想吼，咱今仔日要处理电力的问题的时阵，咱台积电吼，咱的电子业，咱需要啥物款的需求啦？一个想法是讲，咱的即摆电子业有可能对咱的节能做较侪吧。机具的更换，还是讲设备哦，做一些调整，这机会。其他嘛爱想，因为咱今仔日台湾敢需要台积电，台积电对咱不只是经济上面有一块具体的这个好处哈，对咱的国防也扮演一定的角色。所以其实咱要处理节电的问题哈，咱要看今摆的电力供应状况，要做伙来思考啦。所以电若是咱欠这大盘的8号、9号机，欠这差不多100亿度电哈，这个电从哪里来？第一个是节电。第二个是绿电的发展。但如果这两个哈，如果节电跟这些再生能源的发电哦较慢哈，咱就可能爱需要靠在咱较旧的燃煤发电来做电力的供应的平衡。这就是咱传到讲这个
电力延迟的时阵吼，对空气啊、对碳排放啊有淡薄仔影响啦。所以阮想讲啊，排碳讲实在就是对咱规个这环境的暖化，整个环境生态系的影响。知影嘛，咱的海边啊、珊瑚礁都因为咱全球暖化的关系哦，海水温度上升，所以白化的很严重。是。所以其实咱要处理生态的问题吼，不只是看一个所在吼，是规个咱台湾整体的这生态问题，要来做伙来想啦。所以阮是想讲，咱若是知影讲2050迄净零碳排吼，是咱全世界即马希望达成的方向。啊，在这个方向以内，我们需要怎么看待台湾的一些建设？这包含的不只是这3阶的问题哦，包含呢。绿电跟咱的农地哈有淡薄仔一些冲突啊，要怎么样来解决？因为盖绿电是好的嘛，我们也都支持要有3阶，只是3阶盖在哪里，跟它的速度跟我们减碳的关系，所以一样都是为了环境好，我们要怎么样回头来想的是整体的环境哈，早教要保护，那整体的这个碳排放我们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空气的污染可以少一点，所以咱不是处理一个环境议题，是处理。规个环境议题拢有这目标啦，这目标要安怎做伙来达成？啊，这达成的方案是啥？是政府要来做更较侪的评估，来找到来较好的方法。所以咱是讲，阮不会设限讲倒一个方案是好还是无好，要毋过今仔日杀出这外推方案是要来好好来做评估的。实际上对于这个胶体的影响是有一些减缓的，但是整体的东西还有更多详细的东西，所以其实。回到阮那边处理讲这个议题吼，行到今仔日，讲实在，若是无这公投的推动吼，今仔日都无这讨论啦，嘛无这个对话吼，是，都嘛无这机会，就紧起啊，大家哪话嘛，无人咧插哦。要不过今仔日有咧公投的机会啊，公投有成啊，政府叫来讲哦，好啊，你知影讲这海草大的问题，要来处理，所以才有其他的机会出台啦，吼，所以其实今仔日有这外推方案，讲实在嘛是行到公投了后，才有这个方案，对咱环境较好的方案。不过这毋是上好的方案，咱是要做伙来讨论甲思考的。是。感谢这个中原吼，伊用搁较这个大的这个面向来去说明吼。伊讲吼，这个咱看到讲，虽然咱咧讲这个海草大这个议题啦吼，但是可能会影响到咱讲吼第三天然气接收这个部分，伊嘛无反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但是爱起伫倒，政府嘛是爱好好来甲咱讲吼。另外伊讲吼，这个过渡这个时期上惊就是讲，会搁开始烧这个土团吼，烧土团对虾米人影响上大？中南部这个部分吼，所以伊徛点伫规个台湾拢爱讲究这个环保的这个立场来去讲吼，唔单单是这个海草大这个部分哦。若是安尼讲法，咱搁请教这个律师啦吼。这个若是搁较用这个多元的这个面向吼，唔是干那讲海草大这个部分，会影响到市定也好。啊，第三这个天然气接收站到底何去何从？你感觉咧？就是阮是感觉讲一定爱去个安全的所在，因为过去阮就认为这个所在风伤透无安全，所以阮期待政府莫讲一定要去个遮，应该爱好好来考虑去个别个所在。你讲时间爱较长的，你就会当中间的时间你用浮动式的接收站，因为迄接收站你若是2档就会当起起。啊，即马讲等就是延长时间2档半，你感觉会当做会到？啊，你那无爱搁较评估甲去较安全的所在，因为你若去咧无安全的所在，虽然讲你有接收站，但是可能有要用的时阵会拄到无法度用的代志。而且其实今仔日的记者会我嘛有看，就是那个赵家伟博士，伊其实伊有讲迄政府迄记者会有一两点无正确，伊是讲其实外推刷卡外口，也是讲。刷离开这个所在，其实拢袂欠电，伊有算计。迄过时伊就有算计过，讲政府过去对那个太阳能，就是太阳能，伊是算伤低啊，就是讲实际上用电较悬的时阵，其实用电较悬的时阵会当发的电其实是搁较侪，所以伊讲伊过去有算计，啊，而且伊讲的话，甲那个曾文生次长过去嘛有讲，伊过去嘛有在去年的10个时阵，伊嘛有讲因为太阳能太阳能，伊是就是讲，因为其实会当发较侪电，伊就讲
用电较悬的时阵，天然气会当全部，咱的价水会当全部，伊讲半吨就是讲减少，所以讲无靠电是应该是我感觉无论是根据过去的讲法，即摆讲法是无同款，但是过去的讲法还是讲即摆那个照其一直讲其实无欠电，影响的可能是对土团的影响，但土团影响阮是希望讲恁若是去个无安全的所在，因为。土团就是空气的问题，伊有季节性的问题嘛。因为冬天的时阵，风就流动较歹，空气较无好。你若是讲影响有上需要减碳的时阵，无法度用。你去遮生态破坏空气污染的问题，无法度好好解决。所以我真正希望讲政府莫干那提这个案，一定爱把它提白安全。是啦吼，虽然看到讲吼，政府也有真侪种做法来让甲这个其他的这个环团那个去做对话吼。到这个普通式的这个天然气接收站，还是咱过去讲吼，到底要去迁去这个台北港，还是南口港吼？过去因讲吼，可能嘛有做一寡这个评估，但是因讲台北港袂当，还是安怎啦吼？所以即阵也有一寡这个疑虑的部分吼，等待这个政府甲咱做一寡这个说明吼。所以咱今日自这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吼，这个无离开这个大潭海草搭这个公道案开始讲起吼，到底是毋是要行到这个8月28号，咱各会当来去观察，但是相信吼，这个对话还佫较进行，然后今日感谢所有来宾，也感谢乡亲好评收看，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